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列王纪上卷第4章第4到2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到第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与黑暗。上帝照着他对所罗门王的应许，在他和他的后代都遵行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上帝就必要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得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列王纪上卷第4章，我们特别要看到20节到28节。经文说，犹大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治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饮食，细面30个，粗面60个，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鹿子，还有肥禽20。所罗门管理大河的西边诸王，以及从提佛萨直到加萨的全地，世尽都平安。所罗门王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万，还有马兵12000。那12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和他同席人之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和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光明是指的上帝的来说因为上帝是光，所以遵行他诫命的人，就是行在光明之下，就必要能够蒙福。那也就是为什么上帝一再的对所罗门王或是以色列人提到要遵行旨意，要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人一旦不够警醒，就会离开了真道，上帝的真道，就会随己意而行，远离了上帝。另外，我们看到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书信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的临到他们，如同这个惨难临到的怀胎妇女一样，他们绝无法逃脱。就如同俗语也这样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一刻可能平静安稳，下一刻就可能发生急难困苦。这样的境遇，就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海上遇到这个突然来的落山风一样，没有人能够把握下一秒钟是否还能够维持平静安稳，因此随时要警醒，否则就会容易掉进这个黑暗的漩涡当中。在黑暗的困境当中，基督徒到底要如何做呢？
除了警醒，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来戴上。不但如此，我们更要成为光明之子，属于光明而不归属于黑暗，因为那黑暗的日子将要临到，如同盗贼一样。要是我们不活在光明之下的话，就很容易被黑暗给吞噬。面对黑暗，面对困境，面对苦难，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来得胜，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恩来得胜。如同保罗说的，他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以现状来看，到底黑暗是什么呢？我想这1年多来，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武汉肺炎的疫情是我们所面对的黑暗的境况。不但如此，在众多的变异种的病毒肆虐之下，全世界的疫情又在攀升，这更是我们所面对的黑暗境况。已经燃烧将近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的北加州的山林大火，这个 Dixie 大火，也造成了许多的损失，房子的损失，也变成了美国西岸14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山林大火。缅甸的政变与他们的民主运动，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海地的大地震，造成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有这几天我们看到的阿富汗政变，塔利班政权他们已经夺取了政权，总统军队兵败如山倒，总统逃亡了。当然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这样写道，他说：“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光明来得救，让我们脱离我们的黑暗。所以我们必须要迎接光明，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明之子。我们只有倚靠他，才能脱离黑暗的围困，我们才能够得救。